来讲，有两台沙石车对台北有这个工地在建着废弃物，要去到中南部来倒。伫咧路的呢，驾驶想要变速，怎甲车驶落交流道，渐歇伫咧路边。拄好就互警察顺着，这两台车拢无清运的相关证明。这警察呢，就随通知环保局到现场来处罚。也环保局当咧调查，讲这个委托业者是谁，也阁有这个废弃物的来源。两台载满废土石的沙石车停伫路边，后壁阁停一台警车。阮警察看车道，发现两台沙石车拢载满应建的废弃物，毋过两个驾驶无法度提出相关的证明，警方随通知环保局到场。行经县道124甲线1公里处，拦查2辆车身误会之砂石专用车，发现货斗上装载废土、废塑胶、砖头、水泥块、钢筋等营建废弃物，且未携带废弃物清运联单。经通报环保局派员到场共同稽查。警方表示，13下晡3点外，头份分局斗平派出所巡逻车经过苗124甲线1公里的所在，发现这两台沙石车临停伫路边，搁占用部分车道，道路车哪查。两台车驾驶甲警方讲，因是接受森林护卫某一个业者的委托，去台北士林区某工地载运废土、红毛土甲铁枝啊，这应建废弃物，再运去中南部。不过其中一个人因为要变速，再先甲车开到头份交流道找变速，叫警方掌掉，未随车携带产生原及处理地点的证明文件，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第9条规定，后续环保局将会各裁处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。苗栗县环保局是讲，因为两车拢无废弃物产生源甲处理地点的证明文件，合理怀疑就是要以违法的方式来处理废弃物。目前已经开始调查委托业者废弃物相关来源，还有运送的目的地。苗栗县政府无定时会针对沙石车较会出入的路段来稽查，今年已经对违法载运废弃物采罚100事件。民众若是发现可疑的沙石车，拢会当向环保局还是警方报案检举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